后来后个月要搁报税咯。今年政府有减税大利多，4大扣除额全部来调悬，包括这个单身族扣除额提悬到12万，有配偶者提悬到24万，若薪水的扣除额提悬到20万，身心障碍甲有这个学龄前幼儿的家庭嘛拢来调整。今年啥物款的人唔免交税咧？讲一个月赚无3万，而且一年赚无到这个40万8千块只，以及这个双薪家庭的年薪这个收入无到81.6万只，还有这个4家口的家庭年薪无到123万2千块只，这拢唔免纳税。照顾囡仔，逐项拢爱开钱，5月报税季节要到啊！即马政府祭出省税利多。政府对照顾我们的学前的那个幼儿家庭的负担是一个大的利多。我想间接的一个隐含的是说鼓励大家多生育了，现在人太少了。包括单身甲已经结婚的标准扣除额，这薪资扣除额以及新障扣除额、幼儿学前的扣除额拢总调悬，佮以幼儿学前的扣除额调悬到12万上侪。若是用双薪家庭有2个学龄前幼儿来算咧，估计免税额甲扣除额总共是83.8万块，一对夫妻总共是交23100块的税。不过，若是新制免税额甲扣除额提悬到123万2千块，总共只要交3400，比起旧制会当省将近2万块，相当可观。所得税的部分虽然在税改之后税收会减少，可是因为同时财政部有调高营所税的税率，跨境电商的部分也有相关的税收可以支应。另外，亲像月收入无到3万，年收入40万8千块以下小资族顶3大族群，根本是唔免缴税。也有健保费的日记，以及阿公阿嬷隔代教育、抚养孙仔扣减学费，嘛拢放宽规定。省税方式今年是大大增加，详细了解都会当减少缴未缴税金。